按福音14至15節樣講自家啲係講你愛愛，係講你錫愛，你就啱嘅法去行。耶穌講自家啲，約翰福音14、16節，佢講啊，耶穌講愛格天父陀。本日就救恩人啊，本日救主，為了佢嘅統齊研究。嗱，上帝寫世界，佢啲世界世間嘅黑道，世界嘅能力有限制，世界需要就強嘅能力嚟幫助世界行呢個世間，帶世界得到研究嘅特性啊，嚟寫上帝。就上帝嘅法嚟行，就佢嘅命令嚟行，世界人得到上帝嘅統齊。因為耶穌講，佢嘅天父陀亦就救主都係神靈，佢講下，佢嘅統齊牽帶世界原人，為了這個世間嘅黑道，問題可以嚟，痛苦可以嚟，白色可以嚟，但係自己要強嘅心中、強嘅信心嚟對付一切。但係呢，因為到神靈嘅統齊，上帝嘅靈嘅統齊，大世界係特善嘅路，阿門。